何平師傅始創嘅六通拳唔係拳術，唔係功夫，亦都唔係氣功。呢套六通拳總共有36式，每一式有規律，節奏重複咁做5到10次。如果每日有恒心練習，就會發揮物理治療嘅功效，對於慢性疾病就產生療效。何師傅嘅先父係一位中醫，亦都研究中外古今各種健身運動。佢根據人體嘅經絡、脈絡、骨骼、關節同埋中醫心腎相交同心肺相通嘅理論，就創立咗呢套運動方式。何師傅自幼體弱多病，練習咗之後，除咗百病消除，身體仲健康強壯添。佢覺得呢套健身運動既然可以打通六脈，就叫做六通拳呢。各位要記住，六通拳係唔可以喺室內做，一定要喺空曠地方做嘅，而且仲唔可以亂改招式添。呢個係手開門第一式，手擠後邊掹直後手神經線。嗱，我哋要留意尾指同埋二指啦，兩個手指神經線生喺後邊嘅，所以我哋要向後嚟掹。嗱，咁係冇用嘅，咁都冇用。嗱，拍埋佢，做到佢有用啦，咁啊有用啦。掹到佢直，留意尾指二指，兩個手指神經線生喺後邊嘅，所以我哋向後嚟掹就冇彈弓手噶啦。掹到直，差唔多啦。向前，我哋1、2、3嘅手指，呢個係出膊頭力，通我哋手部嘅關節嘅。嗱，膊頭力，差唔多啦。嗱，呢個反手，呢個係牙齒力，咬住牙齒嚟係幫助我哋牙齒健康嘅。我哋咬住牙齒數1、2、3，牙齒都要實噶啦。開始，1、2、3，嗱，呢個唔需要牙齒，伸直手係通我哋心臟嘅血管。嗱，年紀大嘅姐姐哥哥咧就量力而為啦，做得幾多就幾多。嗱，我哋掹直手就有心臟力，埋嚟嗰度就唔好咁大力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我哋將個手放平嚟心口呢一度，呢個係通我哋心臟4條大血管嘅，兩條落住我哋兩邊心嘅。我哋要拎起兩個膊頭出嚟撳落，係膝頭係要直嘅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第2式，右腳上前。嗱，呢個係通我哋手部嘅血管。我哋都係要拎起膊頭出力撳落，膝頭係要直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，左腳上前，呢個都係通我哋手部嘅血管。我哋都係要拎起膊頭出力撳落，我哋膝頭係要直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。嗱，翻嚟呢個咧，又係伸直手，幫助心臟4條大血管啦。嗱，兩條落住我哋兩邊心嘅。我哋要用膊頭力，拎起膊頭出力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呢
個第三式，右手搭左手，係減我哋大肚嘅脂肪，將啲筋骨穴位神經線血管掹到佢直，兜翻個後邊嗰下就減噶啦，係旁邊落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翻嚟呢個咧係左手搭右手，係減我哋小肚嘅脂肪，亦都要將啲筋骨穴位神經線血管掹到佢直，兜翻個後邊兩個手係中間落嘅。預備1，中間落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第四式，一字手伸到直，呢個通我哋大腦嘅神經線，係幫助我哋唔會有神經衰弱嘅。我哋5隻手指係要出嚟喐中間嘅中指，我哋眼望中指，左邊開始，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望右邊，5隻手指出力，4隻盡量唔好喐。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第5式。都係要一字手伸到直，將我哋手部神經線坐翻正嘅穴位，唔好俾佢搭埋我哋隻手就會痛噶啦。我哋掹直嚟轉手，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翻轉頭。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呢一個第6式係美人照鏡，減我哋全身嘅脂肪。我哋左腳上前，左手係要向面嘅，散開10隻手指，搭好個10字就跣腳轉身啦。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第7式，我哋右腳上前，係通我哋後腿神經線，係消除舊患嘅。嗱，你隻骨裏邊如果有問題咧，佢會有藍有紅有腫走出嚟嘅，你就唔使驚嘅，骨裏邊就冇事啦，幾日我哋就會散噶啦。嗱，兜上接埋係出力，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接埋隻腳尖中落呢個通大腿神經線，5隻腳趾出力，預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左腳上前，呢個都係通我哋後腿神經線，係消除舊患嘅。兜上接埋嘅下，我哋係要出力嘅。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接埋隻腳腳尖中落，呢個通大腿神經線。5隻腳趾出力，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第8式右腳上前，大家做好動作。嗱，呢個慢動作打大圈，係幫助我哋隻腳血液循環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動作打返轉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左腳上前，呢個都係慢動作打大圈，係幫助我哋隻腳血液循環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打返轉頭，慢動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嗱，呢個腳開門啦。嗱，呢個第9式係扎馬打虎式。嗱，個條腰係要直，10隻手指對正隻手指。呢個通我哋5經內臟，我哋5經內臟堅強，產生到有抗癌同埋殺菌嘅作用㗎。手擠個頭，越坐越低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第10式係上下手打到直，通我哋右邊身嘅血管同埋80個穴位嘅。嗱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落嚟呢個係通左邊身嘅血管同埋80個穴位，我哋都係要打到直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11式就係6通啦。我哋何謂6通呢？雙手雙腳就4通，人身體裏邊就5通，嗰頭部添就係6通啦。通我哋5經6脈，佢有通就冇通噶啦。嗱，坐好個話嚟，手擠後邊，掹到直，向前都要掹到直，揸實條總線，手指公揸入嚟，轉身，1、2、3、2、2、3、3、2、3、4、2、3、5、2、3、6、2、3、7、2、3、8、2、3、9、2、3、10、
2、3。嗱，呢一個12式就蟹狀式，幫助兩邊甲狀腺嘅減胸口位，就係減後邊背部嘅脂肪。我哋出掌臉腳揸拳頭，往左往右，我哋要夾齊啲線啦。嗱，啲線夾唔齊咧，通唔到我哋蘭花線噶啦。預備，1、2、3，左邊扁頭線，2、3，右邊扁頭線，3、2、3、4、2、3、5、2、3、6、2、3、7、2、3、8、2、3、9、2、3、10、2、3。嗱，呢個係13式，係手部運動，幫助我哋手部血液循環。我哋至緊要散開啲手指，嗱，10隻手指咧都要散開佢，係留意隻尾指，尾指唔直10隻都係唔通噶啦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14式係大風車式，幫兩手向左，用右腰力幫助我哋全身輸送，將我哋啲血液帶到邊個角落頭都有，係換翻啲好血嚟我哋身體裏邊嘅。眼就唔好望上邊，係望直嘅。預備，嗱，呢個用頸力，手上頭用腰力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做翻原有嘅穴位，掹直手部神經線，兩手向右，用左腰力。伸直10隻手指，滑行動作開始，眼唔好望上邊。預備，頸力，手上頭用腰力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做翻原有嘅穴位，掹直手部神經線。嗱，呢個15式，兩隻手擺正個小腰嗰度，唔好擺歪隻手啦。呢個出掌就掂腳，幫助我哋整個人啲筋骨係唔好俾佢收縮嘅。但係年紀越大咧，就越縮啦，越縮就越多病噶啦。出力打隻掌出去，將佢撥平，佢反翻落嚟。預備，1，撥平反掌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嗱，呢一個咧係16式，兩個手都要擺翻嚟小腰呢一度。呢個用陰陽力預防萬一係反應快嘅，跌都跌唔到，跌都係雙皮唔雙筆。伸直10隻手指，練起隻腳，慢動作開始，慢嘅，嗱，快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17式就呼吸啦。我哋而家頭落嘅時候，用個口吸入，係幫助我哋個肺部堅強。若果頭上咧，你就要頂住個上顎，然之後通到我哋嘅大腦，係幫助我哋調氣噶啦。嗱，伸直10隻手指，口吸入，兜翻條氣上嚟，鼻呼出，嚟頂上顎，有氣有力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18式係鏟泥式，係幫助我哋個坐骨神經線嘅。我哋坐骨係有10個穴位嘅，所以膝頭要直鏟到低，面向上，伸直10隻手指，放翻嚟前邊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19式係一字手伸到直嘅，呢個咧係防止血壓啦。嗱，恢復我哋血壓正常，我哋轉身嘅時候就睜大雙眼望住隻粽子，轉上身下身盡量唔好轉，咁就恢復我哋血壓正常啦。嗱，打6通拳嘅人咧，多數都係血壓正常噶啦。預備開始，眼望粽子，伸到直，1，眼望粽子，2，睜大雙眼嚟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睜大雙眼嚟，眼球血管亦都唔會閉塞。嗱，落嚟呢個20式，嗱，呢個係通我哋心臟嘅微絲管，手就係由心生出嚟嘅，我哋用力打就長出去，咁咧就幫助我哋心臟微絲管就唔會閉塞噶啦。預備開始，頭唔好喐，身唔好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21式
撐腰縮肚腩掂腳趾，通我哋右邊身嘅微絲血管、穴位、神經線係三樣用㗎。散開啲手指，打個大圈落嚟，預備，一，出力，二，出力反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左腳上前，呢個通我哋左邊身嘅微絲血管、穴位、神經線，都係三樣用嘅。嗱，我哋要用啲力㗎嚇，開始，一，出力，二，出力，三，四，五，出力，六，七，出力，八，九，十，出力震通微絲血管。一個22式就平手踢腳，呢個呢就係防止糖尿啦。嗱，如果啲血有糖冇地方出，係由尿管嗰度出嘅，所以我哋要用手力腳力，嗱係俾啲糖散噶啦。右腳上前，上前一步，褪後兩步，至緊要踩實隻腳嚟。嗱，腳踏實地啊，開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五、二、三、六、二、三、七、二、三、八、二、三、九、二、三、十、二、三。左腳上前，左手擠定。上前一步，褪後兩步，嗱用手力腳力，嗱踩實隻腳嚟，大家都要小心啲啦。嗱，俾啲糖散啦，預備開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三，四、二、三，五、二、三，六。二、三、七、二、三、八、二、三、九、二、三、十、二、三。呢一個23式係跳成一個大字。嗱，個手又唔好高又唔好低啦。嗱，係幫助我哋嗰胃部堅強。我哋手腳一齊跳出，人就要輕鬆啲啦。散開10隻手指，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。嗱，呢一個24式係華英式，10字手要伸到直腳。嗱，減我哋心臟嘅脂肪，唔好俾啲油包住我哋個心啦。嗱，我哋直落直上個心突突跳嘅係唔使驚嘅。嗱，幫助心臟係呢個式係最後一個式啦。預備開始，直落直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仰式就係換氣啦，鼻吸入5下，用口放翻出嚟，係吸到佢盡，幫助人身啲筋骨同埋血管唔好俾佢硬化噶啦。嗱，我哋攝埋雙眼嚟吸5下嚇，開始吸到佢盡。嗱，呢一個26式眼部運動，嗱，我哋將隻眼嚟打大圈，呢個眼頭2個穴位我哋要撳一撳嘅。嗱，你日日你都要練掂呢一條線佢，咁啦就係消除我哋蒙查查、白內障同埋飛蚊症噶啦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27式係後部運動，唔好俾佢有2個牙爬啦。如果有2個牙爬，啲脂肪咧就會塞住個龍喉，食嘢越嚟越細就會啃頸，同埋影響我哋條頸會生骨刺嘅。我哋擔高頭係推上，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個打橫掃晒前邊牙爬同埋條頸，呢個消除大頸包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8隻手指輕手打連，震實面部嘅神經線，呢個消除頭暈、頭赤、頭痛。額頭個穴位做多幾下，嗰啲風就冇咁容易撞上去頭裏邊噶啦。差唔多啦。嗱，8隻手指打通大腦神經線，呢個幫助我哋大腦堅強，係俾我哋大腦血液循環嘅。雲精個穴位打上打落，後腦留翻一陣間先再做啦。呢個大腦係控制我哋整個人個身體啦，至緊要有堅強嘅抵抗力。差唔多。嗱，呢一個28式係轉腰運動，係幫助我哋腸胃消化力強嘅。我哋要用內功嘅，條腰至緊要伸到直。嗱，我哋咧係裏邊嘅力，左就轉去右，右邊嗰度咧我哋就要用力啦。預備，1、2，將條腰嚟轉大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我哋由右轉左啦，都係要用內功，裏邊嘅力，唔好俾啲舊嘢塞住腸胃裏邊啦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呢一個29式係伸手運動嘅，10隻手指我哋要伸到直，係幫助隻手唔會有抽筋啊！嗱，有咁直就掹咁直，嗱，痛你都要掹直佢就唔會痛噶啦。嗱，掹到佢直，掹直嚟。嗱，呢個係垂低鳳軟，係通我哋10隻手指列啲關節，唔好俾啲水藏喺度。我哋揈兩下揸實拳頭打隻掌出去㗎。預備，1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2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3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4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5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6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，7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8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9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垂低10、2，出力，出力，放開。嗱，呢一個30式係揞耳運動，個耳有200個穴位喺度㗎。嗱，呢個通我哋眼、耳、口、鼻、頭，係幫助後腦堅強。將個手板揞實條聽線，第二隻手指係彈個中指同埋個後腦啦。呢個通我哋眼、耳、口、鼻、頭，係幫助後腦堅強。嗱，我哋千祈唔好改啊！嗱，有啲人係咁樣改咗啦，結果啊頂穿咗個耳膜啦。我哋千祈唔好做啲咁嘅嘢，一定要做正確佢。嗱，揞住條聽線，攝埋隻眼嚟彈個中指，右邊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左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嗱，眼又榮，耳又榮啦。嗱，呢一個31式就係彎腰運動，嗰條腰靠嚟彎，唔好拗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幫助我哋個肝同埋個腎堅強噶啦。男士們右手即係頭彎去左邊，女士們左手即係頭彎嚟右邊。嗱，我哋隻腳要斜斜地散開5隻手指，掃晒整條腰，係中間嘅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調轉嚟，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32式係揸住拳頭跑步，我哋要揸實條總線。嗱，我哋咁揸係冇用嘅，要揸住條總線，咁啊跑，希望你跑250下。嗱，你兩個手放翻嚟小腰呢一度。如果你唔跑得250下咧，就跑少啲都冇問題噶啦，係幫助你冇咁多痰噶啦。呢個係跑步式。
呢個33式係兒龍吐珠，係幫助我哋3條腰骨嘅。大隻骨係中間兩邊小腰，我哋都要做運動嘅。你唔做運動咧，都會赤會痛啦。如果嚴重嘅話，就會生骨刺㗎啦。5級嘅嚴重咧，係兩邊小腰會有石嘅，係同啲食物有關嘅。嗱，我哋手擠後邊掹直，向前掹直，壓實條中線，起1、2、3，伸直10隻手指旁邊落係4，壓實條總線係5，腰力、頸力、手力，壓實拳頭6，面向上，用多啲頸力7，腰力、頸力、手力，勾住條大腰慢慢拗。好啦，我哋左腳上前，呢個通我哋嘅右腰，手擠後邊向前，揸實條總線，hit 1、2、3，手背搭手背中間落係4，揸實條總線係5，腰力、頸力、手力、膊頭力，揸實拳頭就有膊頭力啦。6，頭對腳尖面向上。7，腰力、頸力、手力、膊頭力。嗱，右腳上前，呢個係通我哋個左腰，手擠後邊掹直，向前都要掹直，揸實條總線。1、2、3，手背搭手背中間落係4，揸實拳頭頂住個小腰出膊頭力。腰力、頸力、手力、膊頭力。6、7，腰力、頸力、手力、膊頭力。嗱，呢一個34式係6度背，幫助我哋兩手兩隻腳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同埋6條中線聲帶都喺度啦。嗱，我哋咧係唔好出力，放軟兩隻手，兩個手放軟擺翻嚟小腰呢一度。預備開始，1係軟，放到軟，軟到扎扎跳啦。2都係放軟兩隻手，擠翻嚟小腰呢一度，的起個膊頭，伸直10隻手指出力撳落。嗱，掹通我哋6條中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嗱，呢6條係中線啦。嗱，要舉高隻手，伸直10隻手指，停一停。伸直手指，將手板慢慢向後啦。慢慢向後，又平又直又後兜翻過嚟。我哋膝頭就打大圈，但係由左轉右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向左邊，膝頭痛啊，坐低啲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呢一個35式係金雞獨立，嗱，幫助我哋大腦細胞平衡嘅。如果我哋大腦細胞唔平衡咧，就控制唔到你整個人嘅身體噶啦。嗱，我哋企右腳就起左腳，年紀大嘅姐姐哥哥咧係扶住都冇問題嘅，企得幾多就幾多啦。本來咧我就企住嚟數130下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
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嗱，落嚟呢個咧就企左腳起右腳啦。嗱，幫助我哋大腦細胞平衡。嗱，企得幾多就得幾多下，應該130下就差唔多噶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嗱，呢一個36式係拉腿運動，幫助隻腳唔會有抽筋啦。我哋左腳上前係開大個把，嗱，手擠後邊，嗱，要靠自己嘅嚇，向前揸實條總線，頂住個小腰，出膊頭力，嗱，膊頭力，膊頭力，膊頭力，後踭唔好離地，膊頭力，膊頭力。掹到佢痛，越痛就越收效嘅。膊頭力，膊頭力，膊頭力，膊頭力。好啦，手擠後邊，向前揸實條總線。嗱，呢個坐後踭慢慢離地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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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右腳上前係掹左腳，手擠後邊掹直，向前揸實條總線，頂住個小腰，出膊頭力，後踭唔好離地。嗱，越痛就越收效，唔使驚啊！膊頭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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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膊頭力。手擠後邊，向前揸實條總線，頂住個小腰。嗱，呢個坐後踭慢慢離地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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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嗱，六通拳有36個式。每一個式都係根據你整個人嘅身體有息息相關嘅，有病就治病，冇病就強身。嗱，例如風濕關節炎啦、糖尿病啦、血壓高、心臟病、神經衰弱、係抽筋啊，都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嗱，例如咧，就你打強個身體佢，就掹直嗰啲筋骨，俾啲血液循環，咁咧就乜嘢病咧都係會散㗎啦。嗱，我哋六通拳36個式，每一個式都係根據你整個人嘅身體咧，係有針對你整個人嘅身體1、2樣病嘅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多謝各位。